爱係療用犬，大家人係愛睇的。有人講愛用食物寫詩，有人係愛食物藝術家。愛用食物來描寫對事情的感受，體驗人老人的關係。係講有人因為愛嘅料理感動到，該係愛做處事最大嘅滿足。禮拜愛對處事專做旅行人，去到大隻國條，用料理來記錄旅程。愛老旅行變做一品菜。行上東每春條的馬祖，夢魇又落水，韓國人都為見人的天使。今日係96週年13，代表我係北港的宣當初體遊客，韓國在等全故鄉的出眾肢體。禮拜我等等老朋友約好，今天上會去前馬祖週年辦的鬧熱。早啊，早啊，早啊！哎呀，你今天大餐快，有没有辛苦啊？有，刚刚有没有换哦？很昏。你餐厅的事情都处理掉了？没有，特地来看摆明。可是今年哦，因为有疫情的影响，所以其实人潮是没有不如以往了。我等一下带你边走边聊，来，上车，我们现在就走。因为接着就是摆明祭，然后他现在就开始布置那些旗帜。那所以现在陆续是係廟裡強壯人嘅春卷，喺涼沙底下各地外種大餅。幾類馬祖有神煙咧，前幾類土路係最獨好嘅。哎呀，今天我们第一站就是我刚刚讲的，先带你来洗个澡。洗个澡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一早要带你来洗澡吗？为什么？我跟你说，因为今天我们晚上要参加一个活动，我们来参加这种祭祀大典。他身上的是要净身嘛，洗干净。得天泉，得天泉澡堂，来水圣，来水圣。现在老板应该在后面烧水。我们搞爹咧，哎呦，老板啊，哎呦。難得有人客來，浴堂嘅條架得個眉毛上到，一間浴堂有6成年研究咧，都居然駐村嘅師團，是魔漢切擦。因为现在自来水真的有比较发达的了。对呀，现在如果没有自来水，这个浴室还是生意很好。哦，就是没有自来水，以前的我们这边的水有三个水，水电话不通嘛，都传令兵下来。传令兵下来，传令兵下来就问这个浴室什么时候有空档，哦，就整个连就排了。他们一个连队下来，最少要洗1个小时吧。哇，以前一个连队多少人，现在没什么人了，对不对？以前洗澡是享受，以前都有听老一辈的讲说，半个月才洗一次澡。哎，你水会不会太冷啊？有一點冷哦。我等一下，我再叫老板烧一下。好，那傳君，你做水的，你說你在馬祖做水，对。然後我現在在洗這個真的，不知道該用什麼形容詞啊，說懷舊還是陳舊。這個叫做古早味。你現在洗這個水哦，我要跟你講，其實還蠻珍貴的。很珍貴。我跟你說一個數字，你聽到你可能會嚇一跳。好。我們現在北竿啊。它產1度水啊，其實成本你猜要多少？
猜对了，就是水会更热一点吗？可以，我等下马上叫老板。那我还要很认真猜。10块10块有一点接近，它一度要88块。 ，88块。对，一度要88块。我们马祖4项舞蹈还有西谷的部分，它一度要100多块。那试问每一家一个月大概要缴多少钱？这样100多块，大概超惊人的。大概18块。哇，政府有爱护我们啦，因为有照顾到离岛。这个水资源超珍贵的。哎，是不是我其实也不该来这边洗澡？大概洗一下就好啦。我早上也只有洗屁股而已。好，没啦，开玩笑的。川军渡马祖嘅铁路係渡公家單位處理民生嘅用水。馬祖提醒校訂，早期愛用水冇按過，也幾年做水庫、建水管，來供應多項嘅民生用水。剛來馬祖的時候啊，就是對水這塊也不知道，那時候也覺得說，水廠到底是在做什麼東西？其實我也不是這麼了解。剛剛沿線我們開車，我忘記跟你提，沿線很多水管啊，那管呢都應該走人掉。哦，從碼頭一直到這邊哦，可是講是我做的又有點誇大，是我來做這個承包啦。不管是在哪裡哦，還是要愛護水資源。今天原本哦。想跟你洗澡，可是我早上已經洗過。那我上一次洗澡，因為幾個月前，身為那個水廠人，就是要愛護水源。對，我大概上個禮拜3吧。哇！功效冇功效，不過民國80年代計下，阿邊個一陣嘢洗身腳洗一擺，單是係安樣，都有風度。愛感受，計下係慢慢起火，慢慢過熱咧。兩下沙灰經濟好咧，水龍頭一開，燒水是累咧。兩擺田陽島水資源嘅珍貴，對川軍嘅工作未慳下幸福咧。離開傳統嘅浴桶，因為許多代表嘅景點，昆別起落。歸路群島天頂風妖嘅橋，我啲腦力愛開始咧。今天遇到一點小雨，也不能說是天公不作美了，因為其實一般我們在這邊廟宇的活動前，好像都往往會有就是會下雨的狀況。哇，真的，好像是就是保佑一年的風調雨順。但是很神奇的是，當真正活動的時候，雨就會停。所以這裡是完美的據點，對不對？我等一下來幫你拍個照。雖然今天有點霧，但是還是可以留個紀念。好，把我頭髮拍多一點。落水天，我釣到石條魚行上行下，我發現到神奇嘅怪性係鐵甲元帥，佢嘅天數升嘅好快。因為怪嘅叫聲，時常係通知太雷雨嘅到來，身上是浮士到春條嘅馬祖廟後。北竿有特有的文化，就是扛機文化。扛機文化，在馬祖話叫公雞，它其實是有典故的。以前我們這漁村發展的地方。那它都是漁民，所以在這神職的部分一定是比較香火鼎盛，那也比較仰賴這種信仰。那今天晚上我們就會看到這一尊神明，他就會去做一個跟其他的神明做交流，甚至你可以看到他們轎子跟轎子之間在聊天、攀講、打醉鼓。哇！早上帶我去泡熱水澡，唔可能下怎麼浪哦？啊，可能係也嗌都算冇地牆，也都落岸睇水，嗌食一遍，係咩？你走得聽他講，當初你為什麼會來到馬祖啊？這個要講到凍球以前哦，
民国86年的时候，我遇到了一个小姑娘，后来，因缘际会下，因为这个不用的，还不用哦，因为随着年纪增长，会觉得家才是一个中心啦。对，在某个以台湾的时间住喺爱国内啊，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决定要朝公职考试这一块，然后所以后来就考到安庸哦。这边的生活习惯是比较属于慢活的，比较慢。对，其实跟我本来在客家的那个环境其实还蛮类似的，那就是比较慢活。那所以其实我住的也还蛮习惯的，只不过天气这个东西我实在是很难克服。对啊，我来这里10载了，我每年可能生日不是都会许愿嘛，希望可以再熬过今年冬天。马祖话叫做干西啊，干西啊，冷死了，冷死了。躺到龙龙滚的纸炮上，我哋唔記得天師有幾人，對呢場共係新年 party 嘅發通，有很下期待咧。我们每一间的宫庙都有不同的文化。终于等到晚上了。哪边係哪邊啊？哪里？在马祖的板里。板里。那我现在带你去的是这个府宅板里大宅。那今天整个烧马羊的活动就是以这个为中心。你知道马祖它是北曼，他们会在这里陈设，就是摆设贡品，然后在晚上的时候北曼，还会在这里陈设。你看，你看现在就满满的一些祭品啊、大猪啊什么的，他在这边陈设，他就是酬谢那个神明1年来的那个照顾，那也期许说明年继续再来照顾大家，祝大家风调雨顺、平安健康。那接着呢，我们等一下稍微晚一点的时候，各村的神明就会陆陆续续来到这边做一个集结。那我们等一下就会参加这个地方重要的盛典，然后我们等一下会参与这边的绕境的活动。往那个寿安边，我原来每一间的宫庙都有。都不大一样，那个仔细来听。听说是不会停的，好，一个一个进来。好，等一下进的那边也要放。電視退伍咧，而下面未落來咧，各種嘅新橋陸陸續續來到幫內台車，我去到人群度，感受到乒乒乓乓嘅紙炮上，大到更加巴拉嘅煙花，紙炮嘅大到湧湧，也氣氛老噪聲嘅電景來比，時常係動氛間時空做嚟轉變。走到那个中澳，然后他再带我们，然后再走到白沙郡，有一大段路，然后再走回来。回程的时候才会释放那个，就大家会跟着走这样。对，然后大家心中，其实也很像台湾那种就是马祖的，就是马祖绕境的概念。越往好像真的人有比较多了，然后还有点担心说，今年的那个疫情的关系，人应该也是有300-400人的，应该有300-400人。跟我当年求婚的规模差不多，这么可怕？我是说真的，真的假的？馬祖是向引導9廟有70人見，拄Q6正月13日，各9廟嘅新年初橋嘅高架了，向下緊要緊密，像新老新地塔最古。一等特別嘅係幹部村民為嘅風轉路，準備一紮一紮嘅糧草。原來呢係本拍馬尊翁騎馬嘅實力，
马斯堡咧，总有日条大殿准梦慢来去，继续庇佑村民平平安安。新年新跳，跳一扎10年，始终穷下。人老人之间嘅交流互通，系最吓人嘅。做起妈祖导航嘅见面，挖海实海，为了出海平安，为求生命保庇，生顺信用是新兴海岛嘅文化。就连岛嘅名，未老性命有关，还系难讲嘅地标。妈祖巨神像哦，你妈祖啊，那妈祖娘娘穷命，穷命烫有点穷命。哦，跳白啊，阿兵哥原本是想说把这里命名为妈祖，但是因为呢，军方是表现一种阳刚的气息，所以就把那个女字边去掉，所以就取了一个妈祖。嘿，这个神像也有很多故事，它是365块10块，然后把它组成，象征那个保佑妈祖365天都平平安安。而且它的高度也是有典故的，它的设计是28.8公尺。到头顶那里，4项舞蹈的面积原本是28.8，丈量完了之后是29.6，所以后面又加了一个天线，把它凑成，象征的就是跟妈祖的做一个连接。其实我们现在站在妈祖的这么巨大神像里面，然后昨天你又带我去看安斗不一样的活动，那你自己呢？有什么宗教信仰的改变？小时候就是客家庄嘛，它就是那种传统民间信仰啊，又拜嘛个八公啊，太阳公嘛，附近有嘛个就去拜嘛个。来了以后啊，某强的所在，俩生命程度，来了后啊，又嘛个就看嘛个，又嘛个就拜嘛个，又嘛个就拜嘛个，又烫到嘛个就天天走。所以。你这样讲就很显然的，你从宗教里面已经是一个很扎扎实实的妈祖人。这个真的很漂亮。我每次趁没人的时候，我都会偷偷跑上去给它环抱一下。环抱哪里啊？环抱它的石柱。环抱一下。环抱一下，就趁没人看，四下无人去看。这样好吗？真的来讲，每个人都是这样上去。对，每个游客是这样上去。没有游客，你是第一个。每次来我都会做这个动作。你之后去感觉一下它，对。因为这样就不会冷啦，因为就没有风啦。有工厂背景嘅川军，公书记共到10万升起。甘肃到良化高校嘅太准妈祖，一下都市美耀耀咧，后来去赛里度了。来妈祖哦，摸石头咧啊，从摸落一个，真经系，皮豆，有一点客家的味道哦。来那样讲，系咩？呀，红糟炒饭，俩两渣有关系，唔对吗？唔对。跟大家讲，俩系嘛个老酒面线，俩红糟炒饭，走路就会是个耳用俩，因为你要酿酒，它就是要用那个红曲，这个红糟呢，就是它酿完酒之后的产物。炒饭你咀嚼的过程，你还会吃到它淡淡的酒香。哇！这样吃的每一口真的密 C， 哇，好像真的不一样哎。更有滋味了哈。妈祖的味道其实比较清淡，比较讲究原味，对不对？因为它本身面线就带有一些咸味啦。妈祖料理单单食烟为合道，用到一定度嘅调味适合做妈。有名嘅妈祖卤酒係糯米、清水、风曲慢慢的发出酒，
中岛嘅鋪老酒是係做馬，馬主人用做馬類料理，市場係潮吹用油強用吃爛。那传君，嘿，你刚刚讲到这2个菜好像母子，那你自己来这边19年，都不会想妈妈的菜？你请好是阿妹妈个菜？阿妹做，俺阿妹唔会做马来菜啊。阿妹哦，俺阿妹哦，请好是俺妹做的嘛，孔肉，哎，看伊来污的啦，看伊来冇嘛好食，咁讲，也做係俺妹的面，看到孔肉就想到哦，俺阿妹，从经验啊，俺做冇疫情关系，俺做冇专业讲烟的，啊，俺就让俺不用讲啊，你就帮我一个忙，然后我太太就问我要做什么，我说你可不可以回去跟我妈妈学一道料理？很简单，连我妈妈都会的料理你一定会，就孔肉。那我太太就问我为什么，我就跟她讲，俺妹啊，卤诶，俺熊会食到2米细。他就答应我，就去学。啊，今年过年他就真的煮了一大锅的空肉，特别好吃。哦，公肉俩哦，那我煮谁的？哎呦，现在是演哪一出？演哪一出？来马祖大概10年了啦，对家还是有一定的想念。啊，只是成家立业以后，其实自己已经是一个中心了，啊，不可能说再绕着别人。啊，但是妈妈嘛。还是要永远有一个连结在，它就是透过这个料理，这个孔肉，物为孔肉。阿妹嘅菜是係出外中人一等信教嘅美水，老從細食到大嘅一品菜，大多性故鄉，食到了美水。市場阿妹都順條強用，安心。今年係9正月14，撒下來辦正月，馬祖當日都動鬧呢，見面見風祈福，食平安春。我韓國倆嘅廟是都注落成都，倆大個係春捲盛會在提馬祖人重要嘅樂俗味所。這邊啊，我係帶因來一隻味素啊，介紹一隻優秀嘅馬祖後生一本熟食啊。哦，這味係馬祖青年基地豬羅國小。哦，特別倆係一隻骨髓啊。我特別帶了一個台灣朋友給你認識一下。你好，這是 Ted， 啊，這是剛剛我介紹的馬青創會人亞平。亞平你好，我是 Ted。哦，你好。跟他講了超多你的豐功偉業，然後我進來看到這個建築超特別的，這是怎麼樣的一個組織？然後你自己在這個組織是做什麼樣的角色呢？我們協會是叫做馬祖青年發展協會，參加我們協會的人不只是從小在地長大的馬祖人，那也有一些長期以來在台灣生根的馬祖人，然後還有。對，還有曾傳君這種。我這種人也算是。這個不是，他這種叫做異地駐馬，就是因為其實也有很多的台灣朋友在馬祖生活。那在這段時間裡面，我就是有點是號召大家，然後一起來做很多很多的事情，包含做文化事情啊，或者是對地方環境提出一些想法或意見，或跟政府跟溝通。已經放棄55年嘅鳳空龍國小，係主老人嘅共同回憶。2年前，一群20到40歲嘅學生人，想馬祖特有嘅文化模特。今年馬祖青年發展協會，自家去掌握去保存整體遺跡，和教人講跳過總得講嘅馬祖話。本全國唯一嘅鳳空龍國小個開始運作，那邊知道做馬祖人懂共用，冇希望保遺者受到破壞。圖太好記下，
都为了反对杜桥拱桥夯上街路，爱保护多项藏有的人文老生态。文化性的这种发展，对地方比较友善的发展模式，一直都是我们在地年轻人，现在很多年轻人一起共同希望努力的，希望地方不被消费，希望地方可以长出它自己的样子，希望我们马祖人可以说出马祖的话，或是马祖的文化。哎，太了，我刚刚进来的时候看到一个东西，还蛮有趣的。这个我看得懂，你那你要不要念一次？我先念就不好，你先念这个啊。微型马油内呢？微喜买油呢？对对，微喜马优内。我是马祖人。对，这团军虽然是客家人，但是因为在马祖这戏剧界有没有？戏剧界学马语勇闯天下。那其实客家人呢，好像在学马祖话可以学得很快速，因为有一些语言有点相似，所以你也可以试试看。让我学学，你用客家话念念看。念念看。桃油雅康。哦，那很不一样。很不一样。有微的有点。西 U 雅 gay 就很像是雅 gay。哎，你这样念才有没有听到什么？哦，好像英文呢。哎，See you again，See you again。那底下一定更有趣哦，下面这一句 See you tomorrow。对。哇，我觉得 Ted 学马祖话应该也可以学很快。对。讲到这个语言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，亚萍的婆婆她其实也是客家人嘛。我婆婆是印尼华侨的客家人。所以他的身上有一些印尼的文化，然后客家的文化，现在嫁来马祖之后，还有马祖的文化在他的身上。哇，亚萍，你婆婆今年是不是有摆明？对，我婆婆就是她每一年庙宇里面，元宵节的时候都需要人帮忙去打鼓板。那我婆婆打的就是竹臼，她就是会跟着协助去各大庙宇里面一起去参加鼓板，然后跟着绕境队伍一起打。那平常的话，我婆婆对于马祖的文化、百名文化、祭祀这些东西都非常的熟悉。唐多人考罗打鼓嘅上，打人车儿嘅阿妹，係牙片嘅家娘，大家很記阿芬姨。阿姨，你做得通我講，你一個係馬介龍。就是歡迎那個接信啊，要按照唔相同嘅嚟打咧，要兩隻老嘅種人陣咧嚇，要太老，要古嚟打咧種細路。某些人會打，就慢慢會失傳，所以學生的剛剛老師們就把它帶上來打。後來就馬祖古板樂係闽東地區養生專用嘅，你按多年呢度嘅人少咧，傳統文化明日嘅人看唔到咧。阿芬姨出帖為打人車咧，聽講未當曉得打扮。愛到約好稍早而上阿芬姨好。阿姨，這個蔥是？這個是當地的。當地的蔥。當地的蔥，這是香蒜，也是我們當地的。當地的。對，我買個香。介樹村嘅4A時蔥係南關村同嘅時蔥，阿芬姨一旦韓國一旦，兩下班東西是賣車咧。正夜班歸馬祖度無限切拆。但係早早讀書後，愛進屋卡準備健身。阿芬姨帶我食蔥嘅點心，咪愛家家轉去準備拜拜嘅東西。那個是什麼糯米嗎？糯米跟糖。糯米跟糖。是糯米跟糖就可以了。我們客家人做粿一樣，所以說我來這邊學得特別快。因為本身我們客家人都很愛做粿，做飯啊，碎飯，他們都給飯用米做哎。這個是用地瓜、番薯做哎。對，這個龜桃是什麼？馬介意思？是馬祖話翻過來的，對，龜肉，國語翻過來就變龜桃。龜桃，意思說用吹的東西。
蒸的东西，嘿，用挤的金棒，然后龟头是龟的模样，然后变成做一个跟桃一样子，有没有？上面是一个寿字。好像台湾的那种昂菇粿，但是台湾马祖比较少，对，马祖比较少做昂菇粿，就是会做这个地瓜做的。那个贡品有规定要准备几样？要10种菜，做好啊就会变为神明空那边。这么早3点半就拿去，大概这个拜要拜多久？多天亮哎，这个不是种哎，我们不是唔要做头，做头其就多早去做头哎。对，做台湾人基本会看到天光。要做东西做惯的，就按夹做事的嘛，要按夹做惯的。你好，新年快乐！所以我们住在这边的很亲切。你没有觉得到马祖很好？对啊，很亲切。很亲切。长夜班最特别的出生仪式，按照白芒。白芒是系供品对领养的拜道天公，也为今生的供品，冇停出爱上圣树果。阿芬伊讲，有客人爱什么界就拜乜界，因为呢度冇按礼片，唔系有钱是红红买得到。供品健身之外，还爱本有客人食得饱。爱度两位的传统，未看得出马祖人的热热。正月班是团圆的热热，安不夜阿欢喜了爱度不卡食夜，汉大的爱做特别的点心和农戏。宝龙戏。就是戏是马祖的马吉的东西，对，有听过。对，然后波隆的意思就是他现在在做的是滚动的那种滚，叫滚，所以这叫波隆戏。你好，想请问你是阿加巴吗？对。哦，阿加巴就是你。我看到好多水果。基本上都是基隆上来的，然后也有从产地，对，像美浓的芭乐、美浓的陈皮小番茄。哎，为什么那么多美浓的东西？哦，我是美浓人。你的行业？对，我行业。讲下发。喂，卢卡去家种的lap牌嘞。哦，家种芭乐。系啊，从在这边寄过来的。山下初落去果子店嘅挑价，阿加巴两公婆系今年5年讲嘅做挑人，就是台湾嘅女族。今晡日正夜班，阿加巴嘅先生地苗号莫汉贵安布，阿加巴负责顾店儿、顾食儿。其实来马祖，这最想要吃的反而是水果，所以我才会说那时候刚来马祖，觉得卖水果这个市场是需求量还很大。一般年是给狗肉那边做生，各位给他买水果，那边水果大蛮贵。俺都喊俺妈妈从闽南机水果送来本来是，系啊，各位就各位米因为要看生意呢，没办法做生的，俺就去卢卡休息。各位生意讲起来想讲啊，卢卡强爸爸俺老公给你做生。比较负担比较重，我就开始妈妈讲啊，卢卡种哪拍的呀？嘿，让你寄过来从他买啊，嘿，啊就开始买诶。故乡嘅果子系阿只爸介姓教最好嘅药方，每本嘅青岛家庭老师也嘅评分点。不能讲说10分满意，
但是俺们还在努力当中，完成像我们想要的模样。俺们夫妻俩就是互相嘛，哎呀，我想做的事情他帮忙我，就像他现在刘婷帮忙我，扶植我这个店做大。因为俺们之前那天真是细细的，俺们存18千买天冰箱，存18千买设备，安尼天天的做。其他到当然习惯就迄那片的文土啦，还有饮食嘛，毛熊土。嘿，饮食俺们可能客人咧煮的方法，同俺们马祖那片煮出来的方法毛相同。不过俺那片便宜20公斤，一下便宜20公斤。要不要？一人带1颗，对，削掉就行了。那去莲雾也可以。甜桃，哎，你要吃我出去给你。晚上大概8点多练完脚力，然后就走上来经过。那因为我们这条路其实没有什么店家，对，然后我会希望我们有一盏灯，让小朋友可以安全回家。哇，对，拜拜。然后应该是说我儿子也在脚力队，脚力队其实还蛮多是弱势家庭的小孩。NG 或是有点敲伤的苹果，会收集起来，然后送到家福中心，嘿，给他们分送到外岛。呢度嘅民生用品单单系台湾来嘅，是连主儿咪系草笋来嘅，而且把老基线上打造都是马跳载货。到呢度做生意，做得讲係蒙天落實。天时差距很大，因为像接下来1个礼拜都没船呢，而依赖的是货运，浪是连货船可能开的机会都不到，可干机比机毛。比基的运费可能就变很高，就要自己吸收。可能俺厂商送到码头吊上去船上，然后船开过来这边过后，船这边掉下来，然后他们搬运工帮我们集合在那边啊，我们再去码头接货，就变得经过很多手。我们曾经3箱蛋来破了只剩半箱，对，或者是很多东西都低温栽培来的，有啲东西比基冇比穿的冇快。一下4年5年过来东西都坏黑嘞，你就全部报销哎。两项嘅事情处理得咧，用公婆转到苗行，继续做挑人做服务，杜马祖掠出苗兴嘅社会。贵众人因为办祭典，感情变得很好嘞。俺们15个发通较简单，24个发通就较复杂是吧？可能跳摆俺们15发通后以后16，俺不跳10伏。俺们村庄乡俺们时候会巡安呐，还要绕境几条走条的码头出来天数，要请太家人出来天数啊，有条人呐敲锣打鼓的啊，还有鼓板队啊，几条走条的人去天数安排的饭桌。看到了他，真的好像有那种客家人、客家女性的那种坚毅。好像看到自己妈妈也是嫁到爸爸家里面，就开始好像什么都要会。原本不敢杀鸡，也会杀鸡。家爸也跟我讲说，其实我在家也不会切猪肉，反正就轮到我们就切啊。我结婚的前1日，我爸爸妈妈也来马祖第1摆，也来看到我的有家，我家娘的有家用的。
妈妈讲，我结婚婚礼办起来，嗰隔一年我送我爸爸妈妈送飞机的时间，我爸爸飞条就开始叫字的。伊讲我妹大学毕业，第二年什么冇做到，一下就嫁人呢，系啊。那边个讲哈，我这样后面有卖菜哈。哎，嘿，某讲啊，对，有卖菜呢。嘿，我今仔等来请你下呢，马迄个马祖的客家人，客家人。嘿，加了几句话哦。啊，每少种大蛮多菜，今日介蔬菜。梅嫂。嗨，有青菜嘞啊。嘿，阿呆，朋友过来请。哦，好。今第二个可能是马菜好可以炸。我爱搓吹薄，来以前做鹹吹薄。阿妹愛，嗰個瓜慳太呐。一賣啊，結秋年嘛就買梅子。嘿，賣梅子不是釀酒。这不是菜园吧？这根本就是農場了啦。阿妹所嘅快樂農場有幾大片旺旺嘅油菜花，要街要菜，東多嘅菜因。都係台灣大國來嘅，阿妹所講馬祖係佢嘅新故鄉，老中意嘅菜大國來強下先種。雞啊，睇菜啊，你睇菜你喺馬祖董少人，嘿，他冇嚟呢。好啊，係啊，睇菜啊，我懂講呢。好啊，你看吹條，吹條，白色的哈，白色蘿蔔。對，你看做個蘿蔔糕了就是做台的，你看。也吹條，一年雜草比吹條好茂密。對啊，有機啊，有機啊。那個叫什麼？魚草共生。那魚在哪裡？魚呀，魚的魚。來綁開始哦，打開始。直接拔嗎？直接拔起來。等起來。冇準開。對啊。哦，你那個好大。係啊。喊胎。為什麼我們都？為什麼我們的比你小？喊胎一條。不會找。人家講冬天的種的落皮咧，號稱像水梨。水梨。甜，你冬甜嘛。嘿，冬甜。水分當多啊。我乜食過呢？同埋你面用嘅小白玉蘿蔔冇上冇強用。嘿，白玉蘿蔔辣咪，但係唔係甜，都甜甜的。嘿，凍咗水分哈。哎。這邊有應該地方有看到我有搭落嚟買18菜嘛，我有條菜係呢喺台灣運過來買嘅，有條菜比較大部分係呢馬祖在地嘅，我有講係呢閩農人，係我從細都喺充滿了農田的地方長大，講我對於土地的部分是一個非常有情感的感覺，尤其是像梅嫂這邊哈，種安豆菜，歸好歸來那邊料，係啊，既然我可以做那件事情，何不去做？而且可以幫助他們，我也賣菜，我是冇存半兩錢呢。真的很特別，就是除了賣東西以外，其實你還用這種交換方式，在這邊去營造另外一種生活。聽你這樣講，就覺得梅嫂在種家鄉味，然後你在賣家鄉味，因為你們兩個都客家人。這一次的馬祖行其實有很多不一樣的體驗，跟往常我自己來馬祖所會看的風景蠻不一樣的。這一次接觸到很多跟宗教有關係，跟地方文化有關係，很想用一種菜串聯這幾天的體驗，來完整的表達給今天晚餐的這些受訪者。那我覺得他們好像都有一個共同的身份，就是對我來說，他們都是新馬祖人，所以我也想要用一個傳統，符合了現在
元宵节、长夜饭，把一个很传统的客家汤圆，用一种新的方式去呈现给这4个人。所以这道菜岛屿的民奏曲，我觉得它是一个从传统里面去创新的一个客家菜，也呼应到这个时节我们来的过程中是长夜饭，也呼应到我自己的身份也是一个客家人。那我怎么用客家的食物、客家的米西，去带给他们一点点的感动，从味道上新的见解，也希望他们可以带着这一个很新的东西继续往前走。这是我这一次想要做的这一道菜。哇哦！坐。对，还有很多地方吃。这个菜是一个全新的菜，阿姨做那些菜给我吃，从里面找到一些灵感。昨天听了阿家爸讲他的故事，听了雅萍说自己在这里很辛苦的那几年，也听了传君，对，变成一个新的马祖人。那我们来先一起吃，一起开动，边吃你们边在里面探索藏了什么好玩的东西。我猜这是地瓜的那个团子的那个。什么呀？所以你们猜到这里买东西吗？就猜到了买嘛，来做份那个中文开始主持对了。对主持人吃。哎，还有你这片是煮火的。番薯做呀，菜白粉做呀。萝卜丝。这个是油菜有菜做的。对。哎，这个好眼熟。要不要请专家水果行的老板娘？哟，人家阿家爸神农尝百草，看到路边有嘛该就是嘛该啊，冲勇啊。有哎，我是上海干式的咸汤圆。哇，对，对，我刚刚就是讲咸汤圆，然后又有肉配席，对，会有地瓜饺，妈祖地瓜饺。哎呀，像来做炒饭做龟肉种的呀，可是佢用糯米粉的，来用嘅薯粉的。我 Q 到，当然灵感是从客家的汤圆，然后还有阿姨那些东西，就发现，其实马祖跟客家很多食物有关联，尤其是米食。阿姨用了很多糯米啊，然后这种东西，那我就觉得，番薯、地瓜，对，怎么样可以从这里面找到一些元素去做一个新的菜？我觉得你们4个人都，如果以形状来说，都是圆形。这个没有要污蔑任何人，好。你干嘛看我？不要看他，不要看他，对，看我就好。像你们都带着新的观念或者新的方向留在这里，那其实很容易到一个新环境的时候，人是有棱有角的。但我觉得你们都是不同的圆。其实像我这样子的。媳妇可以找到我这个婆婆，可以接受我，就是在外面可以做那么多可能被人家批评的事情，然后婆婆都会去外面帮我那个帮我说点话，然后对，其实这有一点是就一起努力啊，然后去维持一个家里面跟外面的关系，应该是说蛮幸运的，就是并不是那么多人可以像我这么幸运，真的，这样子才会。家里回到家才会，这样才是一家人嘛。对啊，是美。我就家己讲好诶，无想法咧，莫吹人哦。那边糖那边出又好诶。其实我刚刚因为之前这几天相处下来，吃到俩，T hell 啊，就吃到同眼米，就台话就讲，哎呦，像公眼嘞，吃到哎呦，那是公眼米啊，竟然就无专系啊。你俩吃到公园米食，哎呦，干沟猪无强用了，有一点想家，有一点想家。鱼头马祖天顶长夜班北忙做闹热，
我认识了很多嘅客家朋友，对佢了解，我看到了日中天路行，看到面对生活嘅淡然，看到做新马祖人嘅敬爱。离行行而继续下去，下一站我去哪呢？会读到娘班的年轻，娘班的故事。我系睇的，我老离行变做一品菜。